现代第一版圣经撒母耳记下卷第11章。过年春天，列王出战的时，大卫派约押甲伊的部下以及以色列全军出去，因弹赢阿门人，围攻拉巴城。大卫留伫耶路撒冷。有一日黄昏的时，大卫对面床起来，伫王宫的厝顶行来行去，对厝顶看到一个妇人在洗浴，妇人生做真水。大卫就找人去探听迄个妇人。有人讲伊是以莲的查某囝。迄人乌利亚的某拔示巴。大卫找使者去带拔示巴来伊遐。迄时，妇人未经拄清气，大卫甲伊做伙困。后来，伊就倒去因厝。妇人怀孕，就找人甲大卫讲：“我有生啊！”大卫找人去甲约押讲：“你派迄人乌利亚来我遮。”约押就找乌利亚去见大卫。乌利亚来，大卫问伊约押好无？军兵好无？交战好势无？大卫甲乌利亚讲：“你转去恁兜休困。”乌利亚出王宫了后，王就送一份礼物予伊。毋过，乌利亚甲伊主人的部下做伙困伫王宫门口，无倒去因兜。有人甲大卫讲乌利亚无转去因兜，大卫就问乌利亚：“你敢毋是对真远转来？是安怎毋倒去恁兜？”乌利亚对大卫讲：“约柜以及以色列甲犹大全军拢踮伫布边，我的主约押甲王的部下伫野外扎营。我哪通倒去厝里啉食，甲我的某同房？我记你的性命咒詛，我绝对无要做即款代志。”大卫甲乌利亚讲：“你今仔日游园住遮，明仔载我派你转去。”乌利亚伫迄日甲隔日留伫耶路撒冷。大卫请乌利亚来做伙啉食，互伊啉甲醉。天暗，乌利亚出去伊主人的部下遐，困伫伊家己的毯仔，无倒去因兜。过早起，大卫写一张批予约押，托乌利亚带去。批内写讲，着派乌利亚去前线上危险的所在，然后恁拢撤退，予伊战死。约押围城的时，伊知对敌防卫上强的所在伫倒位，就派乌利亚去遐。城内的防卫军出来甲约押交战，大卫的部下死几若人，迄人乌利亚嘛战死。约押派人去甲大卫报告交战的事。伊吩咐使者讲：“你详细报告交战的事了后，王若受气讲，恁进攻的时，哪会遐我城墙，敢毋知对敌会对城墙顶射箭？以前什么人拍死基甸的囝阿比米勒？敢毋是一个妇人对城顶迄石磨的顶墩讲着伊的头壳，互伊死伫提比斯？恁是安怎遐我城墙？你着讲你的仆人迄人乌利亚嘛死。”使者去照约押所命令的，甲大卫报告。使者对大卫讲：“对敌比阮较强，
出来野外攻击阮，阮甲因拍到城门口。城前的人对城顶射你的部下，王的部下死几若人，你的部下迄人乌利亚嘛伫遐战死。大卫甲迄个使者讲：你着安尼甲约押讲，免为着即个事心艰苦，因为战争拢有人会死伫刀下。你着尽力攻城，甲城攻破。你着安尼甲约押鼓励。乌利亚的某听到伊的丈夫已经死，就为伊啼哭。丧事结束，大卫就找人带拔示巴入宫，伊就做大卫的某，甲大卫生一个囝。总是上主对大卫做即个代志真无欢喜。